哇，快到條邊都甩埋啊！冇錯啊，今日 Kenny 又帶我出去蛇王啦。你長得挺醜，想的都是挺美。其實我哋今日係要去珠海，同呢部1970年阿爾法羅密歐嘅車主落實翻新整備方案，同時試埋車主講嘅掃牙問題。出差啦！我開住一部55歲嘅老人家喺路上，但係咧，你唔好睇佢55歲，我覺得佢仲好精神嘅嗰台車，睇下幾爽嘅，好爽嘅喎！55歲咁又點？嗱，我要入波啦！終於到目的地，車主話要兜返轉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快到條邊都甩埋啊！事不宜遲，趁未落大雨，嗱林同車主確定好個方案先。1 hour later，搞掂，返去馬上開工。翻中山。安全抵達。